好像快下雨了哎，你们有喊吗？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说有喊，有空吗？彤彤姐姐，我没空哎，我在忙哎。哦，好吧，亮亮没喊，那点点你有喊吗？彤彤姐姐，我有空哦。啊，太好了，点点有喊，那可以请你帮我一起收衣服吗？好，没问题。棒棒棒！啊，终于做完了，还好有点点的帮忙，不然我那些衣服可能就要被雨淋湿了。彤彤姐姐，不客气啦，助人为快乐之本啊。我本来买了一些饼耶，要给你们吃，不过既然亮亮没喊，那就只好给点点吃喽。耶！有喊有空，有喊有空，有喊有空。点点，你礼拜天有喊吗？有喊啊！真的吗？那陪我去剪头发好不好？好啊。没喊，没有空，没喊，没有空，没喊，没有空。彤彤姐姐，你可以教我写信吗？可以啊，可是请等一下，请等一下哦。彤彤姐姐，收件人的地址应该写在哪里呢？点点，我现在没喊，等一下有空再教你好吗？有喊，没喊，两句客家话，小朋友要记住哦。哈库拉拉，下次再见，张罗了，拜拜。